請保持喺座位度，離開小飛象時請小心月台空隙。Please stay seated until Gumbo comes to a stop. Then walk your step as you get out. 在小飞象完全停稳前，請大家坐好。離開小飛象時，請小心月台空隙。不過呢條通過過咧，其實什麼觀眾你最近一出嚟離開到嘅啲嘅手機手機咧，最終污片就係見到嗰個啲價值嘅，離開到嘅嗰個叫你哋啲嗰度嘅。各位先生、女士同小朋友，為咗你嘅安全起見，乘坐偉大小飛象大寶嘅時候，請保持喺座位度，同保持安全帶扣上。